大家好，我係海樂，歡迎嚟到海樂知識之旅。呢個頻道會透過閱讀分享、人物專訪同埋應用軟件嘅示範，陪伴大家一齊喺呢個知識之旅嗰度咧，一齊去揾一啲閃閃發光嘅寶石喎。希望大家揾到呢啲閃閃發光嘅知識寶石之後咧，令到自己嘅生命能夠越嚟越富足啦，越嚟越有力量嘅。好啦，今日呢其實係一個頻道1歲生日嘅特別節目嚟嘅，係啦，咁呢就都係即係唔係介紹書啦，或者介紹我嘅閱讀心得嘅，而係呢真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我經營呢個頻道1週年啦，我有啲乜嘢得着嘅。咁講得着之前呢，首先都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海樂究竟係邊個啦。海樂呢，就係每星期2次同大家介紹好書好文啦，或者偶然會做一啲軟件示範啦。或者咧，再偶然啦，就會主持一下人物專訪嘅一個人嚟嘅。咁嗰個人就係我啦。咁我又係邊個呢？我其實係一個具有社會工作教育背景嘅白領工作者。嗱，之所以咁講呢，就係我喺大學讀社會工作嘅。不過呢，我就出嚟做嘢就冇成為社會工作者啦，就做咗白領行政工作嘅。設立呢一個頻道呢，同我嘅社工教育背景啦，同埋畢業之後擔任嘅白領工作呢，其實息息相關嘅喎。咁究竟有咩關係呢？建立呢一個頻道嘅目的呢，其實呢都一匹布咁長嘅。咁身為其中一個殘疾人士啦，亦都經歷過職業發展嘅低潮。我嘅人生嘅核心價值呢，就係賦能啦 ，empowerment， 即係我都係體會到呢，賦能係非常之重要嘅。成立呢一個頻道呢，其實亦都係為咗體現賦能呢一個核心價值。白領啦，呢一個嘅稱謂呢，聽起嚟好似都幾唔錯啦，係咪？咁主流社會價值觀呢，都總係認為白領工作比較藍領係舒服一啲啦，收入亦都穩定啦。咁亦都因為收入穩定呢，生活亦都可以好安定啦。咁所以呢，好多時都係會好得到人哋羨慕嘅。但係白領其實咧有一個講出嚟咧，大家都即係可能未聽過嘅一個困境啊，或者即係都冇去冇去覺察得到有一個咁嘅困境啊。咁究竟係咩困境咧？就係白領嘅生活經驗啦，同埋見識咧，其實好受限嘅喎。咁大家可以想像下啦。我哋每日返工放工都係走住相同嘅路程啦，接觸到同一群嘅人啦，就係我哋嘅同事啦。咁又做住同一堆嘅工作喎。咁每日嘅生活呢，就好似同一頁書呢，不停咁去複印再複印啦，或者好似同一段嘅短片不斷咁樣重播再重播，即係 loop 住咁樣嚟喎。咁大家可以想像到咧，咁樣嘅生活又係幾咁沉悶，幾咁無聊呢？咁另一方面啦，眼見身處嘅社會或者我哋身處嘅世界啦，都有好多有待改善嘅地方。咁我哋呢，見住啲咁嘅嘢呢，又唔知道應該做啲乜嘢好喎。因為由於白領身處嘅困境啦，令到我哋好容易咧就會跌入咗無力感嘅陷阱嘅。咁咧好多時咧一句係咁噶啦，咁然後咧就冇然後啦，因為咧就唔會再去做任何嘅嘗試咯。咁雖然有咁嘅困境啦，不過我自己咧都係一個好幸運嘅人嚟嘅。
因為透過閱讀啦、業餘訪問啦，咁我漸漸咧就從局限啦，同埋掣肘啦，同埋無力感之中咧就走出嚟咯。透過閱讀咧，我為自己解開咗好多對人生啦、對世界嘅困惑。透過人物專訪咧，我睇到好多人咧做住唔同嘅嘗試，以不同嘅方式令到自己活得快樂啦，活得有意義嘅。我亦都發現人生咧，原來仲有好多嘅選擇同埋可能性。咁我呢一個即係透過閱讀啦，透過訪問其他人，去探索唔同嘅嘢，呢一個嘅歷程呢，正正就係我喺前文所講嘅賦能嘅過程嚟嘅。因為呢，我嘅眼光啦，同埋心胸呢，得以擴闊啦，會更加有信心咁去開創未來嘅。咁咧呢一個咧，其實都真係一個賦能嘅過程嚟嘅。咁我咧就喺度諗啦，會唔會咧仲有其他人好似我以前咁樣被生活嘅環境所限而覺得好無力嘅咧？我又能夠做啲乜嘢嘢去幫助呢一班嘅人咧？因為其實佢哋經歷緊嘅嘢就係好似我之前經歷緊嘅一樣啦。咁於是咧，我就喺1年前咧建立咗呢一個嘅知識頻道喎。透過分享閱讀得返嚟嘅知識啦，我自己嘅自學經驗啦，同埋訪問嗰啲活得主動積極嘅人啦，希望能夠幫助更多覺得無力啦、睇唔見選擇同埋可能性嘅人啦，幫助佢哋咧去賦能自己嘅。咁創立同埋營運呢一個頻道1週年啦，咁我雖然咧自己諗住咧去幫助其他人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我得到最多嘅咧，原來就係我自己喎。咁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咧，以下嘅幾點得着啦。咁得着一咧，就係我嘅閱讀效能咧得到提升喎。咁喺我呢個節目當中咧，說書嘅內容咧佔咗1大半嘅。咁要將我讀過嘅書去介紹俾其他人啦。咁我必須經過一番嘅重點選取啦。內容組織同埋咧用自己慣用啦，但係別人亦都能夠聽得明嘅語言咧，去將呢啲內容呈現出嚟喎。咁以上嘅過程咧，我係運用咗自己嘅思考同埋心智嘅。咁樣一嚟咧，書本嘅知識咧就得以深化啦。咁以前咧，我成日有讀完一本書咧，就唔記得咗書入邊嘅內容嘅情況嘅。但係而家咧就唔會忘記書本嘅重點內容啦。唔單止係咁，我仲能夠將書本嘅知識咧運用出嚟喎。例如咧，我讀咗好多有關創業嘅書啦。咁喺經營呢一個頻道嘅時候咧，呢啲嘅書本嘅知識咧，都能夠俾我用得返出嚟嘅喎。咁第二個得着咧，就係我咧就從0到1咧，去發展到自己嘅影音製作技能喎。喺開始呢一個頻道之前咧，對於點樣製作影音啦，點樣上載影片啦，同埋點樣開設同埋裝修自己嘅頻道咧，呢啲嘅範疇咧，其實我都係零知識、零經驗嘅喎。咁大家咧，如果睇返我第一條影片咧，應該都能夠發現到咧，我講嘢好緊張啦，贅字亦都好多嘅，即係嗰啲咁呢啲咁嘅多餘字咧就好多嘅，因為成日唔記得咗自己想講乜嘢啊嘛。但係而家咧，我透過自學同埋不斷咁樣練習啦，已經能夠獨立咁樣完成基本嘅影音製作啦、影音編輯
等等嘅事情啦。而家咧，我嘅講嘢咧，亦都比以前流暢咗好多啦，句字咧亦都減少咗好多啦。即係我諗大家都唔係聽到太多咁係啦呢啲咁嘅句子啦。如果你對學習新技能覺得好恐懼嘅話咧，或者咧好惋惜於自己生活圈子裏面冇其他嘅人能夠從旁指導啦，令到自己咧好難學到新嘅技能、新嘅知識。咁我可以以自己嘅經驗咧去話俾你哋聽啦。其實只要願意嘗試嘅話咧，網上咧有好多嘅學習資源啦。咁咧憑住自學咧，其實我哋都能夠學識新嘅技能嘅喎。呢一個經驗咧，令到我能夠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勇氣咧去學習一啲新嘢啦。咁第三個得着咧，就係我收穫咗好多嘅友誼喎。雖然呢一個頻道咧，訂閱人數唔算好多啦，但係成立以嚟咧，一直都有朋友無間斷咁去支持我嘅喎。咁又有朋友為我介紹訪問對象啦，令到我能夠訪問到更加多嘅人啦。又話俾我聽有邊啲嘅 app 咧可以介紹新書㗎啦。咁咧令到我能夠揾到源源不絕嘅新書去閱讀啦，同埋介紹俾大家嘅。咁咧呢啲都係我都覺得滿心感恩嘅。其實咧，即使只係有一個人啦留言同我講海樂好多謝你分享啊，咁對我嚟講咧都係極大嘅鼓勵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受訪者同我咧，即係有部分嘅受訪者啦，同我都成為咗朋友嘅喎。咁我能夠揾到更加多同我同頻啦，亦都主動積極嘅人啦，互相連結啦。咁樣咧，都令到我覺得咧，自己係好幸運、好富足嘅。咁今日係頻道1歲嘅生日啦。咁其實我自己咧都覺得好開心啦，能夠踏入呢一個里程碑啦。咁我會繼續努力創作更多優質嘅內容，期望呢啲內容咧能夠幫助到更加多覺得無力嘅人啦。令到覺得無力嘅人咧，都能夠睇見更加多嘅選擇啦，睇見希望，同埋認識到自己其實能夠透過自我賦能咧，變得更加有信心、有力量，活出精彩嘅人生嘅。好啦，頻道1歲生日啦，咁我都其實不知不覺間咧都100幾條影片㗎啦。咁咧就呢個頻道咧會主要係分享我嘅閱讀心得啦，亦都會透過人物專訪啦，同埋咧一啲嘅應用軟件嘅示範短片咧，陪伴大家一齊去尋找新知識嘅。期望喺呢一個尋找知識嘅旅程嗰度咧，大家都能夠揾到好多好多閃閃發光嘅知識寶石啦，令到自己嘅人生越嚟越富足，同埋越嚟越感受到力量嘅。咁大家如果喜歡呢一個頻道嘅內容咧，歡迎訂閱咯。咁而家 YouTube 上面咧有好多嘅 AI 做嘅節目啦，連講嘢嘅嗰個人咧都係 AI 嚟喎。不過我可以同大家講，我海樂咧係真人嚟㗎，唔係 AI 嚟嘅喎。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